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现在我们把这一段话呢，我们大家亲口来念一遍。好，开始。 有没有道理呀？你们一看都知道哈，你们一看就知道，因为这白话文嘛，所以我们一看呢，心里面就有数了，心里有数。这个不要解释，我们也都懂。但是呢，重点在哪里啊？重点在哪里？就是最后这一句话。 最后这一句话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互相来勉励。重点就在最后这一句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一般做人的道理，说话要诚实嘛，实实在在的。各位，你有听到就说我有听到，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你就说有看到，你不要讲谎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做过吗？有做吗？有做，你就说我有做。所以你不要反而人家说你听到吗？没有。 你看，你有看到吗？没有。明明你有看到，你说你没有。你看，这叫做不诚实。不诚实就是妄语嘛，打妄语嘛。而妄语就是说欺骗的话嘛，欺骗的话，不实在的话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一个人不实在呀，以后你的人格怎么样破产啦，人格就破产了。人家对一个不守信用的人不守时、不守信的人，人家都觉得不跟你交朋友了，不愿意跟你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诚实是我们人生值得信赖的一个标志，一个政治标记。只要你能够诚实，大家喜欢你，很喜欢跟你在一起。所以要诚实，做事要认真，对不对？尤其出家人啦，你只要有认真的态度，你那个态度很认真，大家都喜欢。你到哪个单位都受欢迎。 所以要认真做事，一定要认真。你不认真就懈怠嘛，自己懒惰嘛，故意逃避嘛，这样子人人都不喜欢你了。所以一定要注意做事，一定要认真。对人要不要亲切啊？一定要亲切，要亲切，很有礼貌的对待很柔软的语气来表达那这样你很亲切。那如果你不亲切呢，就是傲慢嘛，你看不起别人嘛。 你把它当作一种好像不值得你尊敬的，所以你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这种态度，就是傲慢。傲慢，一个傲慢的人学佛很难进步，在社会上也没办法立足啦。大家今天因为你有地位，你有财富，大家有一天你没有的时候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是什么什么也不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人家今天为什么恭敬我们？因为你有地位，你有财富，可能你在某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你站这个位置上。但是你一旦离开了这个位置，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吗？你看，人都是人嘛，何必有什么傲慢呢？不需要嘛，我们不要看不起别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重要。 你对人一定要亲切，不亲切你就是傲慢，念佛要信愿很重要啊，各位。你念佛的目的是干什么？阿弥陀佛为什么要透过这个名号让你来称念？它的用意何在呀？主要的是要让你渡你到西方去成佛，不要让你在六道轮回一直受生受死，一次又一次，一回又一回的一直来折磨。 佛陀不忍心，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在这个好像在外面流浪呢，在外头流浪，不懂得回到自己的家里面，自己的家园。所以呢，佛陀不忍心念佛，他成就这个名号真正的宗旨，最主要诉求、主要的目标呢是干什么？让众生称念的人离开了这个六道轮回。 不要在地狱、恶鬼畜生道甚至阿修罗道来受苦。他的用意，你称念，你就离开这个黑暗，赶快跳脱到极乐世界。所以念佛
你现在我们成年的人要怎样啊？你要具备有信有愿。信什么？我一念阿弥陀会救我，为什么？因为阿弥陀发的愿呢、所以我要相信，我要接受。愿我愿意去。很多人呢、不愿意去。你念佛干什么？我要求大富大贵啊，我要求平安吉祥啊。那这些问题呢，世间应该求的福报，佛说：“哎，我成佛都要给你了，那你要的这些东西，我怎么不给你了呢？我一定给你的嘛。”这是我们自己很简单的粗浅的想法就知道。你在世间呢所需要的东西，只要你念佛，佛都满你所愿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只要有念佛，你愿意发愿往生西方，佛说：“我就是要让你离开这个苦海，离开这个苦海，跳脱这个三界，这个才是永远的安乐，永远的安乐。你在这世间再怎么富有，有一天你会怎么样？离他而去呀！他不可能永远跟随的，不可能永远在你身边的。”你不管你所想要的这些外在的一切的东西，各位啊，不可能永远在你身边。所以我们只要发愿到西方，那这个所有外在的痛苦呢，痛苦就结束了，就斩断了。所以我们一定信佛要有信愿，念佛要有信愿，信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一定救度我，我愿意往生，愿意往生。如果你不信愿，就是枉然了，一切前功尽弃了，把辜负了阿弥陀佛透过这个名号要救你的这样一个功德力，你把它浪费掉了，浪费了。好像阿弥陀佛说，你到西方就好像我给你一颗钻石啊，钻石。但是你不要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一颗石头。我要在人世间，我要求富贵，就像一个石头一样。石头哪来跟钻石比吗？当然不能比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钻石，发愿到西方，永久的幸福，知道吗？永久的幸福，永久解到满足，永远增长智慧，到最后成就佛道，成佛了。你看，这个才是永远的幸福快乐。所以念佛一定要有信愿，你没有信愿就是枉然，可惜了，浪费了，糟蹋了，很可惜。所以这一点呢，让各位大家知道很重要吧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